參加咗耶穌愛灣區，我覺得喺技巧上我最需要改進嘅就係喺分享福音之前多一啲嘅聆聽，去睇到對方嘅需要，然後再將福音分享出去。耶穌愛灣區係一個家門口嘅宣教，唔需要去到遠處，亦都可以同身邊嘅人去傳講福音，俾佢有更加多嘅操練，更加多嘅信心去分享神嘅話語，分享生命嘅見證。由最初唔識得點樣去同陌生人傳福音，到而家好自然咁樣就同身邊嘅朋友講到福音嘅話題。今年耶穌愛灣區最期待睇到人生被觸動，喺分享福音嘅時候，有人願意聽，願意去等，甚至被感動，呢個係好寶貴。只要願意踏出一步去參與嘅時候，神就會大大咁樣去加力俾我哋。